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Coffee Alien。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入 coffee shop 係幾時呢？記得嗰次我真係緊張到爆，一入去見到成版 menu 都係咖啡名，咩 Espresso 啊、Americano 啊、Flat White 啊，我心諗喂大佬呢啲咩外星文嚟㗎？完全唔知點讀喎，又咁多咖啡有咩分別啊？結果我叫咗杯星冰樂，一飲。喂，大佬刨冰嚟嘅，不過嗰陣時食刨冰都食得幾開心嘅。之後咧，每次去 coffee shop 咧，我都係叫刨冰，sorry， 係星冰樂先啱，好似一個星冰樂嘅專家咁樣。直至有一次朋友請我飲咗杯 ice latte， 我先至發現，喂，原來咖啡可以咁好飲㗎。嗰陣時真係有一種打開一個新宇宙嘅感覺。唔知大家第一次去 coffee shop 嘅心情係咪一樣同我一樣咁緊張呢？如果係嘅話，喺下面留言打一字。如果唔係呢，大家歡迎話俾我知。咁我哋下次就講下咩叫 fruity 同埋 nutty。拜拜。